就是因为新手，因为随时讲今日，因为伊对于个人提供这个师傅内底当中无把握，所以呢，因为伊较听即个咱变变人，当然到听起了后，咱做事看起了后，就知讲休息。所以伫这个当中呢，因为即个个做咱即个五做本来三点传授入门法，讲咱过去咱即个五做伫迄个三更透早的时阵，咱叫新手入迄个伊的即个上人的内底当中讲，四十二敢是你做的吗？即句话新手就讲实事求所做。这种师傅是菩提树，适度因下来，时时勤着七有事业平安。这种师傅较适是地主新手所做。伊讲时时对地主所做，不敢妄为作为，妄思看地主有小弟伊真谦虚看我的智慧高对一个程度所以呢，开始就是做法，立足出奇，未见本性，只教无话，不见无话，如此见解，了无上道，了无得，咱进前就讲到即种。因为要讲后壁看落，一定即个头前即段一定要引申过拖过来对，无拖过来，咱即段甲清理了后，因为咱了解有意思。因为即段呢，就是进前即段就是咱无做讲，你作出奇，未见本性。来讲，你信是菩提树，适如明镜，时时勤着七，有事业平安。即首诗句，确实你讲伫上的内底当中，你讲伫相对法的内底当中，你无讲伫绝对法的内底。因为相对法，就是有一个相，有一个相，咱知影，有悬的就低，有大好就瘦，有水的就歹，即叫做相的表达。但是呢，讲到对绝对的物件，迄个绝对，就是讲伊是一种因为无相对的物件。即种绝对，伫世间凡所有相内底当中，拢总是一个相对的物件，伊无进入到绝对。比如讲，咱今日咱人凡所有相，伫世间有70亿个人口，咱甲看各位，生老病死拢一直变化，即个相对。无可能讲你听20岁拢袂老，无可能讲你来到这个世界都无死的，敢是安尼所以有生就有死，这叫做相对嘛。有少年就老，这叫做相对嘛。迄个绝对就是讲无变的物件，宇宙中的真理，这是一种绝对无变的物件，这叫做道。这个讲到这些物件，讲到对咱的心啦，咱这个心。你这个心，因为伊本来附着一切，对过去、现在甲未来，咱这个心完全是因为附着了一切，所以照咱来讲，何其自性本自附着的物件，所以伊新手讲到这个时阵，五做就来讲，你这首诗句未见本性，只教无话，不见无话，这个意思就来讲。你未见性，你讲的首诗句是讲的一种表象的物件，你问话是一种表象的物件，那实相就是一种入了问话，入了一个问，这个叫做实相物件，如此见解，现在见解呢？伊讲灭无上菩提了无得，当然这句是正经。无上菩提。什么叫做无上？无上即叫菩提，而且呢，咱谈咧各位大家做啥？无上菩提，即个无上，就是咱常讲无比伊较上。即个无上，咱袂使讲叫做咱叫做好个理解。菩提，咱会解释叫做觉，觉。其实这个无上，日本经典就讲无上甚深微妙法。迄个无上，迄深是叫做微妙法。
哦，迄个就是讲啊，迄就是讲咱的佛性。这个菩提，无上的菩提叫做觉，其实这个觉甲这个，若要甲讲起，这句甲这句甲解释起来，因为原在是讲一个功夫的问题。所以咱觉犹如不良，分为数门，开示无益。哦，咱做一句来讲，啊，无上菩提，这句话来甲合起来了后，嘛会使甲讲，虽然是觉，嘛会使甲叫做佛，哦，叫做佛性，嘛会使甲讲叫做自性。咱来讲起来就是，这句无上菩提甲讲起来就是讲自性，安尼。啊，这个自性，咱知影，咱这个自性，因为咱人有生死的物件，咱有自性，因为咱有生死。所以，人迄个金刚经第七个29分内底当中，哦，位于这经文的内底当中，迄个叫不当无师菩提，师菩提啊，伊讲如来，哦，如来讲有人言，如来如来有来有去有做有我，是人不定我是实果。如来讲无有将来，无有去，是故名如来。这个如来就是讲啦，就是讲这个自性。哦，啊，这个如来嘛是讲啦，嘛是讲佛。如来嘛是讲叫做觉，因为伊个名词是真济，但是基本上来讲起，拢总是讲一个物件。你是讲佛，因为伊有10个名词。好，哦，伊叫咱大丈夫，伊天人师，伊佛，哦，啊嘛，讲足侪伊个名词，有10种个名词。但是这10种的名词无离开佛字，就对。所以我们会当对人做单经，有讲到足侪名词，咱嘛直接较简单去甲了解这个物件。所以无上菩提，安尼听有啦吼，这个无上菩提叫做佛，这个无上菩提叫做自性，安尼就对了。应该若要甲讲起来，吼，咱听好。因为当时，因为佛，因为伊要传。伊要传正法，要传正道，要传正法，伊毋是传一切法。但是因为你今日若假使讲今日一个，吼，要继承着了当时佛道要继承当时，咱五祖的这个正法的法门，伊今日若无了解这个正法，你甲凡间会当传法，伊无可能传法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第15分。佛就来讲，你讲，伊甲讲的时阵啦，伊第10分就来讲，伊讲，今日日当中一个如来为法来成者说，为法最上成者说，将有人受持独上此经讲为明说，如来实体是人，实见是人。该的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一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这个人，但咱无当如来阿弥陀佛三个三摩地。现在佛陀会讲这句话，因为这个为法大成者说，这个大成人，伊若小成人，伊通法度继承着佛陀，而且阿弥陀佛三个三摩地，伊嘛毋捌啊。换一个解释讲，你开一个客车啦。你要去开一台迄个拖车，要出来开一台班车，敢有走开？无走开。你今日迄个当中，你开一台班车，开一台游览车，要来开一台轿车，是毋是简单？意思就讲，咱今日驶这台班车的人，甲比如叫做叫做大乘，安尼。你开轿车的人，你甲比如叫做小乘。但是因为你今日佛陀，因为伊是传大乘法，那大乘法内底当中，这个人毋捌大乘法，比如讲今日咱新手，伊无了解大乘法，伊今日当中，如果唔爱祖师要传大乘法，互伊毋捌，迄个传起来就麻烦安尼，对不对？安尼麻烦，所以咱常讲一句话，一往有众。相见有无可能？即阵人1,000几个叫新小仔传过去，甲传到几天落，因为伊毋捌大乘，就等于讲今日一个老师，你今日对数学毋捌，你
你教出即个学生完全做反的，哦，无迄个讲老师毋捌教出即学生拢捌的，绝对无即个道理呢。啊，所以当时因过去咧传法，就是哪，就是讲你爱真正伫我的迄个心意境内底当中，你爱知影我哦的物件，所以咱讲如来有法大成者说，为法最上成者说。所以伊就是传啊，传心法，迄叫做心法。啊，心法即两个依佛法来讲，叫做正法。心的正法，你心即个正，即个正法，哦，即个正法就是叫做不偏，哦，伊即叫做不偏。啊，即个不偏，伫金刚经来讲，是法平等，不偏叫做平等嘛，不偏叫做平等嘛。是法平等，无有隔阂。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安得什么三菩提？哦，啊，所以你今日看到这点当中，就是因为当时咱六祖慧能，因为伊今日要继承着佛道，要继承五祖的心法了后，因为五祖已经了解慧能确实有这个能力。毋过你有这个能力，我嘛袂当我头仔直接传这正法互你，敢是安尼？因为伊顶烦恼什么人？顶烦恼心受的。啊，心受咱伊当时就是咱伫当禅师内底当中，伊做教授师啊。你教授师你无心无靠，你无互伊真正了解，伊到底是捌来毋捌？你是头度传落来做回应。那安尼咱换顶来讲起来，讲叫做哪？啊，五祖叫做骗六祖，敢毋是？五祖骗回应，实咧心受是你的教授书，显然你唔咧说，你唔传了心受，你传了回应。所以咱这段话看起了后，就是因为要传了回应，以前就成立这个东禅寺内底当中1000多名弟子先来考试，就是互伊先手记出来。啊，先手记出来，因为就是什么人代表？2000几个就是这个教授书先手做代表。哦，因就说新手嘛，我伊讲啊，大家真消极啊，大家对家己嘛无信心嘛。哦，啊，这是咱的教授所说的啊，这咱无关系啊。哦，这咱毋免就当哦，这个当这头壳啊，伊毋知讲下人有上上帝啊，上上帝有位置啊，伊毋知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呢，迄阵当时可能1000多名大家拢叫做实际迄个成了，所以迄个当中啊，非派着先去做代表，但是先去做代表出来了后，写出来物件，确实就是安尼。什么人讲话？咱无做了，你做初期，你做的这首棋，就是这首诗句，到毋我尔，无到毋来。换一个解释讲，你写首诗句，啊无讲到心情物件，啊就见识。所以人讲，你做初期，只教门外，不敬门外。伊讲谁那讲呢？我后边讲谁那讲呢？讲无上菩提了菩提，这个无上菩提是咧讲这个物件。要讲到不善的物件，要讲到善的物件，要讲到平等正法的物件，了不可得。谁那讲了不可得？有一个德，立定了莫定数想造出来。我相人相众生相寿之相，这个造出来。不离金刚经里面三分讲，伊讲所谓六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还有菩萨。这个菩萨如果有莫定数相，这个就是菩萨。但是因为咱对讲讲的，你作初期不，你作初期只教门外不可无人，无上菩提了菩提，敢是安尼？但是身受做身是有得入无？有得入无？身是菩提树，有一个树；心如明镜台，有一个台。身是97爱认真几啊树，有4个电啊。甚至拢讲伫相体内底，哦，拢讲伫相体内底。但是你后壁佫袂人听，菩提不无树，菩提不无树，有一个菩提树，有一个菩提树，因为伊无有一个树。明镜亦非台，讲到自性中的光明，但是伊无一个台。啊，因为本来就无一物，伊是安尼无物，伊本来附着的物件，透这个物件，对无？咱就做一个简单的比喻。
咱有即个公平的夜明珠，啊，即个公平的夜明珠，因为伊本来就是公平，毋过呢，今日咱去甲有即个乌布仔坑，乌布仔坑的伊敢会无公平？乌布仔坑的意义内底嘛是个公平，敢是安尼？是因为你乌布仔坑，你乌布仔起来，甲甲坑伊拢咧公平，是因为咱去乌布仔炸了后，伊变成哪？伊变成讲，哇！你外口都看都无公平啊，都暗去。乌布仔甲起来了后，伊就公平啊。那迄个土地理产生哪会出来？这样讲，我有民族一科，他9月成长不朽，今朝沉寂光生，照片3五万。问，我有一个民族一粒，9月成长丰收。什么说成长？咱人来吃钱，咱人游泳，色声香味触拍。咱人五温吸收上微色，咱人个绿地，这个叫做成长，去甲抗掉咧，对不对？今朝沉寂光生，因为我已经开悟，我已经明心啊。早配3个万法，冲虚空变法界，伊本来就是虚空法界，是因为你甲抗掉，就参照我想咧，咱们咱们爱想讲哪做，我哪讲？这个袂，这个太阳，伊本来就是光明四象。无因为讲今日你甲暗暝就无公平，什么叫做公平？什么叫做明心？什么叫做见性？所以我问讲，心有明心嘛有见性，所以安尼，爱先见性，咱来明心，嘛袂安尼。当时安尼，相对于这个当中，我问你，先见性啊明心，还是明心啊见性？我问你这个问题，我问这个问题。相对你问他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你唔敢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因为你无答案嘛，你唔敢回答我。什么明星啊变性？这个太阳对不对？这个是太阳光，爱咁听？这个叫做太阳啊，这外口这叫做光啊。太阳去主心物件，捕捉光对不对？光捕捉什么物件？光捕捉太阳，是有太阳光，是有太阳，还是太阳是有太阳光到太阳，还是先有太阳到太阳光？按怎听意思？伊本来这个太阳，伊本来就是咱咧讲叫做主色。咱逐早来讲，何以出现本无浮足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来呢？来。本不动摇，本不生灭，本自浮足，本自清净，来呢？本明心万法，咁是安尼。因为伊本来这叫做本，伊就附着着了伊一切，所以咱今日去回到来说一倒转来，咱的主色，咱这个主色，就产生这太阳的比喻。伊本来就附着地位内底啊，咱听意思？附着地位内底，你今日你倒要去找一个地位来有地位，你今日倒要找一个地位来有地位，你那头下去啊！你挂目镜，我找目镜。你今日找地理啊，你找你啊。你有附着，你本来自身有附着伊，这个跟太阳附着光，自身有附这个光叫做明星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太阳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太阳叫做哪？叫做见性嘛。基本上来讲起来，伊本来附着。本来无一本，按怎条？伊本来无一本，就是伊本来有附着一切，拢无欠哪位啊？拢做无欠哪位？本来无一本，拢无欠哪位？本来无一本，何处变对吗？按怎条意思？所以伊这个当中，伊就爱讲，无上菩提就产生这太阳现象，听好啊嘛，就产生这太阳现象，伊有附着伊跟。有附着为太阳所出来的物件，
所以叫做拒绝物件。唔当叫做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咁然后呢，伊就讲一句话：是故无中无相，这是圣经来讲。所以今日咱们了解把做工，因为到这半物件，有定些有理者搞不清楚。我就甲扭倒转来，出奇就好，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来，心是求日七，心是求日七无数业的呢。这是无做咧甲问人做，无做咧甲问先生。这首诗我敢是你做，先就讲实是受所作，我心就所作，不敢忘其作为，忘师傅看地主有小弟吼。我唔敢要忘其作为，我是要看师傅你甲我讲我地到底。那你要做就讲，你做出奇，听好咯，你做出奇，讲唔会，不给唔会。就跟他讲嘅，伊这首诗句到无上菩提这首诗句，因为伊还伫外口边缘咧吹啊，无入去到伊内底，咱要入去到这个物件，核心的出现这个物件。哦，伊讲可以讲，什么原因呢？无上菩提就是讲这个物件。无上菩提就是讲佛在讲事情，佛甲这个自性，甲产生这个太阳，无上菩提了无可得。无得一个，无一个得，甲无一个失，你要注意，有一个得，就有一个失，这叫对应。因为得就是外口得到物件嘛，失就是里只欠一个物件嘛。哦，今日我拄则讲的，你一切凡所有相拢有得到性，凡所有相拢有得到性，对不对？我真60几岁，我较早伫18岁个，我已经失去偌几岁，几30几岁。感谢呢，因为已经叫做啥，叫30几岁去。但是，我这个肉体，我这个岁月，我这个时间，我这个头毛过去是乌仔只变白，叫失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表象，一切物件拢总有得失，但是我这个心有得甲失无，我这个心。真正无定位，我本来就负着些，那我今日会遮无地位，是因为我梦想执着，我当时无地位。这嘛毋是失去哦，这因为有梦想执着，而我的这个物件，我的无上菩提自性内底当中，而我无上菩提内底当中，嘛是无定个无失，因为伊本来负着的物件。所以苦着物件就是啥物件？就是咱叫做梦想执着，梦想执着，所以叫做梦想执着。而这个梦想执着，因为这个梦想执着比较看到这个无上菩提，毋是这个无上菩提应该走无，毋是这道理。我想个比喻，太阳，伊苦着一切事。运气较看掉，毋是今仔日这个，毋是今仔日太阳伊去走无，毋是这个物件，因为原则伊是负着一切物内底，即空间，咱活的空间，对不对？经过1年，经过2年，这空间的会有失去无？有无？有失。现在有失去，当然因为你毋通这个观念内底哦。这观念内底当中嘛是有那尘哦，对尘嘛是有那电哦。但是电去甲亮着你二公斤的电光哦，敢是安尼？所以电甲减2公斤的电光，所以电伊所流露出来光，对啦，就失去。敢是安尼？伊是电，但是因为伊随时讲今日甲电甲什么物件，甲亮着对不对？毋过咱今日人过年，咱都安那。把2公斤甲切切，你甲咱甲切起了后，你的布有电有无？有涂刷有啦，涂刷是也切啦吼。毋过这个顶个有光起来无？伊本来就是光离啊，因为是叫看表的，伊无度人光安尼。伊无度影响着，迄个创新讲变化这个，伊是叫硬叫暗离啊，伊嘛是影花风花的，咱的自性。叫咱妄想执着看尔啊，
叫抗厉害，毋是咱的自信有歹去，毋是咱的自信有去换绝对论。因为讲，你若把即个梦想即点啊摕掉了后，原在因为你和佛拢总相像，所以咱常常会讲，佛是感悟众生，众生是啥物啊？未卖佛，敢是安尼？伊嘛是本来有附着如来经济领内底，所以呢，如来无上菩提了不得，有得就是梦想执着未平等。无上菩提是定定啊，色是本身，见是本性，而且无上菩提是定定啊，色是本身，见是本性，你看直接记下来。这句是啥物啊？这句是伊当时五祖咧教啥物啊？心修，是毋是？这段话呐，伊咱互我看下呐，这段话就参像讲心修，伊要考大学，伊要考硕士，伊要考博士。但是新修写出来题目，咱想无超过。但是人，因为五祖内底当中，教授内底当中，看这个学生地方，嘛看这个学生啦要甲裁这个学生，就采取当时孔圣人，因为为着什么人主公，因为伊是伊的得意的门道，伊是一个经济，所以孔圣人。伊就列国，伊所有经济拢总准有去提供，但是孔圣人嘛是想要甲伊孔圣人的生活传给什么人？诸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学生就安尼啦，都老师要传互伊啦，但这个学生就安那，都听无啦。这段就是咧设计，设计啊。设地，设题，设地，什么人在设地？当时，迄个五祖咧设地吼，心修，所以这段话你做咧讲嘛？无上菩提殊得见啊，实住，伊即个就咧甲讲嘛。无上菩提了不得，无上菩提殊得见啊，实住本身见着本性，不生不灭，有一切时中，念念诸见，万万无异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本性也。这段叫做设地，大家看意思？就讲我甲无上菩提伊的本质讲互你听，以后了讲，你请去让你思维敬重你起来，将我魔化，你较用，敢是较？毋是。机啊毋是看迄个拍了对啦人字。机。逆机用入顶门啦教育机。逆机用入顶门啦你去看迄个为什爱介绍迄个写较对我想到咧写。你会当对你写修师傅，但会当入顶门护你一挂。后壁这段话就是哪？头前就是甲设地，设地了后，因伊都叫啥人？都叫新修，就去写修。我就甲你设地你这写修会当建成的基础来我看。你若真正会当投建成，我就扶你一挂。就参像咱今日要写硕士，要写硕士论文。但是咱硕士，咱迄个教授甲你讲，你这段写安怎，你这段安怎写，甲你讲的，但是讲某讲的，迄讲某讲的，迄毋是讲真正内底真正无物件。你讲伊家己讲的，讲听会走袂，听会走袂，毋是照伊讲安尼抄起，毋是安尼呢，无即个道理呢。所以伫遮当中，伊甲讲无上菩提殊得言下，识住本身，见住本性。听好哦，必达到有这个无上菩提，这个物件，殊得言下，这句话言下，毋是字文的内底，字文的外口。现在讲呢，言语多端，心灵处灭。
所以那欲以食见某，欲以饮声记某，是民行社道即位，结入了金毛经23讲，欲以食见某，你今日用着一切形形色色，表象的形形色色，要来文化，欲音声来记某，这就是讲到遮来，一切言语、音声、表象，这拢总是拢总是会当做一个文艺的表达。比如讲，今日这个文艺会当成立着这个文艺，是因为讲出来了后，写出来的物件。所以文灵载道，文非道。所以伊来讲，书定言下，日文的内底当中，拢总毋是道，你一定爱跳脱着文字。简单讲，言色字本身，色叫做色，色叫做透视，透视。透视，今日要了解这个物件，佛家的讲起叫做叫做心印，叫做印心。佛家的讲起叫做印心，印心之法。书定言下，色字本身，色就是讲，佛家的讲起印心。你叫做小印，就参照咱今日这个分别，这个分别的内底当中，这个印嘛对不对？咱个按照做两轨，是不是安尼？按照做两轨了后，这叫做提法。书定言下，色字本身，镜字本身，因为师傅甲弟子，因为伊合袂合袂，这个分别。你会当合在，原在是甲合起当中拢无瑕疵，这个印如果今日师傅的这个印心之法，咱今日人要当听摸着师傅这个印心之法，咱听摸的叫做字就参照欣赏，因为伊讲的表象法，因为伊无了解着师傅咧讲的心性之法，所以迄个当中呢，变成叫做两边所以呢，用书定言的色字本身，镜字本身，那要甲讲起来，言语多端，而言语内底当中，因为伊无心正的习惯里内底，叫做言语多端。心灵处变，你一定爱记。心咧颠当，心是生梦想，迄个道已经无去啊，迄个道已经无去啊，所以就正经来讲，道。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，是无？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这个道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道叫做一心。可道，这个叫做二心。这个道叫做自然，自然的法界。这个二心叫做非自然的法界。非自然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哪？叫做相对。安听有意思无？这个道，讲到这个自然界，这个叫做相对。但是这个道，伊本就是伊本来就是自然的法界，伊叫做绝对，伊叫做无记，伊叫做心。但是靠道会当可以道靠着讲会当用到一个方法来用一个讲起来道，这毋是真正的。走心物件，所以咱过去迄个是啥？念完你就会讲，知见入知，知见入知，即有明本，知见、无见、
这句话，啊，这句话要注意，这个低见，这叫做法律低见，法律低见，入低，这个叫做众生的低见。爱注意，因为咱们听所讲的，就是一定要直接放到这。法律低见，这个就是讲啥物件？就是讲这个，就是讲这个。因为这个低见，就是法律低见，这个低见就是做自然的物件，就参照咱这英语，咱这英语啦。咱细个时候，阮人的符号，啊，如果符号如何？我应该讲咱就听。是安怎人的符号，如何符号？因为伊今日下当甲天会当沟通，下当甲天会当印心，天也袂落雨啦，这英语就开始会感觉。这个天要落雨要透，这英语就感觉过。因为伊这叫做咩吼？这叫地界，这叫法律有附着地界里内底。哦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附着伊本来的法律地界，这叫做哪？作主嘅，这叫做绝对体。但是因为佮入着一个底，入底佮入落，才能今日咱各位，哦，恁怎大家见到较分了？恁即马甲分一个风，见到分风，看到雨袂？啊，分到分风看哪？我大风袂？因为因你已经入底了，这个叫做毋是自然，这个是人为啦。哦，这个天心啦，天心啦，这个人心啦，这个人心啦。所以呢，你底见伊本来你有附着本来底见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地位的位，上天方面的地位的位。你入着底了，然后变成地色的色，那咁啥意思？所以变成地色色，所以你开始就是无明根本，无明根本，无明根本就对来对入底啊，对你家己的色，一个地位走到地色啊，地色来就是众生的地见，这是叫法律地见。所以地见无见，地见，这个地见，这个地见无见。这个物件毋是拢总无法的意思，毋是叫入着底落，就是因作自然的法界，是咱自性中家己流露、作流露物件。哦，比如我是来做比喻，伊讲一个咧困，哦，咱伊讲一个困，一个人伊若咧深困、深睡的时阵、深困的时阵，伊就咧困咧出所，伊袂做梦，敢是安尼？伊一切家庭，啊，我昨日真好，我一切家庭。哦，因为伊入去到这地界的内底当中，伊本上来讲起来，伊一个人就是做主的。但是可是有一个人，若拄啊规暝晚上3点嘛知影，4点嘛知影，无你若到2点嘛知影，1点嘛知影，哦，我困袂去，迄个咧入着一个地咧，因为我是做件代志，我毋管做什么代志，惊困了过头去，你困会去袂？你就去困。12点知影，1点嘛知影，2点嘛知影，无明分，困了较好无？你一暝去别说会轻松做一头无？但是你若开始讲你见无见，你入去到迄个深见，深，所以咱离心经来讲，形身般若，形深，你形深这个叫做法界，这个地见形深。什么叫做形深？就是讲你完全进入了这个道的自然绝对的法界，迄叫做形深的物件。那安尼当中属于涅槃，什么叫涅槃？因为涅槃换一个解读，叫做缘起的解脱，伊叫做缘起，哦，叫做缘起的解脱，哦，圆满、圆满即照，伊叫做解脱。地见无见，属于涅槃，有两个解法，叫做缘起上的解脱。所以咱今日你这个道可道，我解释嘅应该咱讲啦吼，地见就是一个可道，就是入地，咱讲啥意思？道可道，非义常理不变道，叫做非常道。非义常理不变，什么叫常理不变？今日来讲这世界。万变，哦，万变，那我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咱来讲这世界变化最好，
哦，因为这个没有常而不变的道，非是常而不变的道。什么叫常而不变的道？就是讲你今日离这个离证明迄个自信中的覆盖内底当中，伊无受到环境，无受到立场，无受到一切物件影响。那是句讲，山河大地该让发展性，山河大地接受华王生，因为迄已经进入了一些物件，伊毋是落伫事实，非常道，道好道，非常道，毋是落伫即种，即个非常道就落即种事实。伊来讲道，常道，常。听好哦，这个常甲非常两字就无相像哦。常就是叫不变，叫做不变；非常就是叫做常变，常变。你今日你若道，你这个下当去讲的道，这是一种常变的物件，毋是叫做这是事实的物件，这毋是叫做不变的物件。但是名可名，非常名，名若会当讲的名，这是叫做常而不变的名，这叫做方便的讲。咱伫事上内底当中，伫思想上内底当中，咱所立的名，拢叫做方便的讲。所以呢，就对咱就直接来讲，所以这句话就是讲，有关这两句话，基本是讲叫做一心自然安排，叫做绝对，叫做绝对。咱今日讲到这当中就讲，书的囡仔识尽本心，见尽本性，因为这叫做啦，这已经进入了迄个绝对的法界。迄绝对法界就是讲，咱今日讲到迄个绝对自然的法界，所以来讲，书的囡仔识一日离开着文字，离开着写实，离开着一切相，伫一切相的内底，要找着如何本性无可能。所以咱讲啦，一切声色，一切事实，甲你砍掉了。所以咱是讲，人在江湖，爱呢，心无留记。咱无讲做咱家己自己的主人呢，咱哪有哪有业要做咱的主人？咱哪有事业做咱的主人呢？所以我常讲的，天下本无事，爱来呢，庸人自扰之。是要叫你当人，你这个庸人叫做知识啊，这个庸人叫做识啊，你共管过头呀，你共插过头呀，对不对？本来无一稳，厝厝家定来啊，本来无一稳，咱家己也一大堆历史啊，这个识。我想讲一句话，当你共处理代志，你做公亲到尾你秘书组，有这个物件无？公亲啊，比到尾秘书组啊，头毛歹无？那个代志你共调到尾，你换你还袂晓得？这物件，因为你今日要处理代志，因为你今日识相关，因为主观性相关，你袂客观，你不客观，你太主观，你对你唔对，甲我代志，我袂当互你直接对对讲对。即使迄个人对你马上讲法，所以等于，咱拢互咱这个主观，咱这个主观意识，而且人要讲起识，叫做主观，主观意识，主观意识，非。这个客观智慧，这个非，这是做客观的物件，这个是识，就是做主观的物件。咱人生修道，是要修为二学，因为你的主观意识太，你的主观意识太强，你的主观意识太强，叫做哪？叫做识强，叫做识强，识强，对不对？叫做哪？叫地狱，咱叫做地狱。识足强的，因为你主观意识足强的，主观意识足强的人，你做伙会操作，爱做伙去啥？什么代志拢要证明？所以人讲一句讲，修善是毋捌输，修术是毋捌赢。安尼对啦，修善捌输着，因为伊
他们讲话当中一定要降头黄头脸，一定要降。你跟他没完没了，讲很高，一年那个什么新人小school 那种，拢爱要徛黄头脸，就这个人，这个习惯。啊，这个习惯就是咱，这叫做执有足强的执见。什么叫做执见？执着伊个人的看法叫做执见。安尼讲听有意思？因为我讲的就是对，哦，别人讲的就是唔对。你世间千错万错，哪种别人错，唔是我的错，这种人执见没有。但是这种理种，因为那个，伊就是叫小头咧行，所以变成一片足大片的石头，总系压掉。啊，这个是叫做哪？叫做魔，叫做魔。啊，这个地叫做叫做魂，所以咱叫做魂魔交接。咱的心有魔交魂，你的信仰就是魔，你的智若强就是魂，叫做魂魔交接。啊，所以你这个魔若强起来，魔若大只起来，你这个魂变成世尊了，要乖乖听。啊，你这个魂若强起来，啊，你这个魔就叫暗去。你这拢是你家己的心灵内底。所以修道就是咱，这修道是要学好咱，学好这只魔。但是这魔好学好无？咱的心意识有好学好无？咱的心意识真正无好学好。你甲看卖，看好学好无好？修道30-40年，像我修道才3-4年，拄着境嘛是倒落呢，嘛是变呢。是安尼讲，唔甘愿，我袂接受。唔甘愿，你要安怎接受迄个甘愿？现在咱甲你侮辱，咱甲你诽谤，作用了，你嘛是爱甘愿，爱接受。这叫做哪？这叫做你甲这个魔压无来。我紧嘛，妄神嘛，咱是讲妄神无吼，妄能做神嘛，啊神拢变哪？魔嘛，鬼嘛，神拢鬼嘛，啊你修袂讲袂，咱修袂讲袂。若小我一个点着，靠你条件。咱魔嘛是安尼吼，毋是讲咱逐个，咱魔嘛是安尼。哦，而且修道过程内底当中常碰撞，碰撞，啊，若见碰撞就倒，见碰撞就倒，啊倒了后发脾气了后，过来当作想，安尼咱想倒，倒输一条去啊！修道有时讲咱常讲，应为是主，应为是好有其心。比如你连金刚经念足简单嘞，啊拄着境呢，免得安住，免得幸福，所以咱控制袂好势。但是毋是讲咱控制袂好势，咱就甲放弃，毋是安尼。咱要不断的努力，咱一定爱知影，我失败在这个所在。今日离世界华人宾客莫识，我认为嘛无法莫识。因为咱着世界，然后呢，目前的全网网络，好钱靠钱过来买的，财神过来买的，因安怎拍的？因我若每一场拍过了后，伊就爱随检讨，伊今日这场是因为是安怎拍，啊，这场拍的只属于赢，本来是爱继续跟你精进对方的军路，你会做清楚，对方的军路你会清楚，你家己要出什么问题，会做清楚，唔过咱怎？咱这样袂清袂楚，你听无？咱想甲，咱袂清袂楚呢？现在袂清袂楚，因为我是咧修炼，但是安怎讲，听到道理就咧听咧，哦，啊，所识就咧踩就咧食，有拄着境来咧，安住这心控制袂好势，说实啥？但是因为咱的不断就是叫做内，你不敢叫做内观，内观咱这个是。好，内观咱这个是。所以而且咱一定要知影，书定个摄入本性，见着本性，不生不灭，有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觉，听好势哦。不生不灭，咱这个自性中，伊是一个不生不灭，